百搭的非洲熊猫。这个妈妈，你走，你看前前，妈妈是小孩子嘛？我晓得这个。我们看一头了，看走开。还走看你这儿样子，好大。你把白点嘛。看起吧，讲究。唉。在与卢新强儿子的接触中，我们感觉到这个孩子变了多，但他的身上依然有一种孩子般的天真和欢乐。然而，在这个看似单纯的孩子心里，还埋藏着一个很深的秘密。火灾所带来的惨重损失和巨额医疗费用，让卢新强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局。卢新强的兄嫂虽然能够照料母亲和侄子的，那个健康人没办下来，嘎。更多的钱来改善。他是我已经说过吗？为了解决这个困难，然而，在偏远的农村，两人往往要走几十里的路，才能乞讨到为数不多的钱。而卢新强的儿子还要经常面临遇到熟人的尴尬。中介要到西街，要了以后，最后后来说才要了17块钱。一看他的脚，他大娘我的脚疼，一洗我看一个脚都是肿了。我看着我可心里难受，我抓着那个脚，我心里非常难过的很。辛苦乞讨回来的钱，卢新强的嫂子全部交给侄子自己保管。他希望这个已经在身体上受到伤害的孩子，能够在物质上得到一些补偿，虽然这种补偿也十分微薄。我你手里攒几个钱，你以后残疾了手里没钱，你咋办？没攒着钱，1分钱没攒，慢慢都挺花完。然而，卢新强的嫂子并不知道，在这个孩子的心里，对于这笔钱的用途，却有着一个从未向别人吐露的秘密。在他的姐姐那里，我们意外得知了这个答案。以前别人给他的钱，他都攒着，然后当时我们就几乎没有吃过多少东西。希望他挣钱能想到上面，供养学生。姐姐以后考虑挣钱供你上学的，我吃的不多，花的也不多，挣钱的钱足够你上学的。也许是由于自己再也不能进入学校的打工，因此让姐姐继续上学，啥子？哪子？没回来对儿子来说十分重要。而对于自己未来的人生，就是这个孩子有一些红包啊的呀，红包之类嘛，没有。哎，他们改变有。
要让我给。为什么你最希望上学？因为以前上幼儿园学的两句。从这个孩子的愿望中，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于上学和温暖家庭的渴望。其实，在他和姐姐的心中，家庭的变故固然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打击，而母亲的决然离去，更是扣了3块的，里面一动的。和他伤口。家里都是留住他。我这孩子太小，你不能走，孩子没有爸，不能没有妈，是不是？你应该在他这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应该在家照顾他。是哪个书？在走的时候安慰他。如果他等到我爸爸出来之后再走，我可能再恨他。也许面对瘫痪的婆婆、残疾的孩子和不育的丈夫，吴新强的妻子对未来失去了信心，所以选择了离去。然而，没有了父母支撑的家，让两个孩子彻底失去了家的方向。但是跟他出去那一生一样，虽然没有别的人家的想法，但是至少有爸爸妈妈他。这些过了。我上我家里我的女儿，我都看不见女儿的心。一个十四岁的孩子，站在我窗户里。除了有点跟我说，他把我带跟自己。我皮下也有点让我独自飞翔。妈妈，一个女儿心里的感受。妈妈，你怎么那么狠心？就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支离破碎，我们难以想象，这个不幸的家庭未来还要遇到多少艰难险阻。面对生活，谁能帮助无辜的受害者渡过难关？谁能让痛苦的亲人重见希望？似火焚心，忏悔录正在播出。面对弟弟这个残酷的家庭，吴庆强的嫂子主动承担起了照顾老人的重担。在那个风扇这个扇啊。没事，都这习惯了，在我他就给他家里有点麻烦。他给我吃面条子的。
卢新强家里的2个孩子都不然而，卢新强心头难以放下的不仅是自己的亲人，还有在火灾中受到伤害的邻居，特别是自己儿子一样受重伤而终身残疾的孩子，更让他时刻难以平静。据村里人讲，这2个孩子现在很少出门，更几乎从不与人交往。这场本不该发生的火灾，让几个家庭都陷入了无尽的悲伤之中，几个孩子的人生绝望的境地。我发现的是我这个家里是救不来，因为现在环境，面部毁容，也许是这几个孩子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，而失去双手，则近乎残酷地剥夺了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劳动能力。他们该如何度过漫长的人生路，成为亲人心头永远的担忧。后来那个解决的是前一定是画画，这我也喜欢对不了墙。我们难以想象，这几个命运突然逆转的孩子将怎样走过未来的人生旅程。这场血的教训，也让村里人至今心有余悸。都是方圆多近的这个10里8里，都是一个经历，是不是？以后都不能再干那个人了。你说每一年放大发往这去，那里都不放。然而，对于卢清强的人生来说，这个教